中的秋水，春一去，至今未归。月底垂压万愁眉憔悴，饮一杯，竟无人作陪。恨斜阳将心事揉碎，似大雪漫。你能原谅我了吗？想不到行侠仗义的白泽，竟然是个无赖。对，我就是无赖。你一个人的无赖。我本想等到我们成亲之后再对你做这些，可你现在连明月的醋都吃，我不想再忍了。清欢，你记住，这些离经叛道、与理不合的事，我白泽这辈子只会对你清欢一个人做。你的好月儿来了，你还这样子？等他看见我们这样，又要吐血了。你怎么也开始胡闹了？真生气了？我生气不生气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师兄，你在里面对不对？你说话呀，师兄！师姐，是不是他也在？他不让你理我，师兄。师姐，你别敲了！你给我让开！师兄，你开门呀，师兄！师兄，你开门，师兄！师兄，你看他那口气，担心的要死，好像我可以把你吃了似的。他担心的也没错。你再胡说，我真把你吃了。你试试啊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啊？我说过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信。白泽哥哥，清欢喜欢你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师姐，我们走吧。师兄，大嫂嫂。哎，师姐，慢点儿。别让我再碰见你，再碰见你。大嫂嫂，你喊什么？大师兄说了，以后见着清欢姑娘就得叫嫂嫂。你，林月姑娘，白泽这人性子直，说话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个，如果你们不想送饭的话，我可以替你们去的。我们门内之事，你一个外人，少掺和。